嚟到以下呢條題目就講到個銀包入邊20蚊紙、50蚊紙以及100蚊紙佢哋嘅數目呢，就會係一個比例，就係2:4:1，咁就亦即係話呢，其實50蚊紙就係最多噶。佢亦都講到就話100蚊紙嘅總價值呢，就比起20蚊紙嘅總價值呢，就多咗240蚊。咁你根據以下呢啲資訊就先畫翻一啲草稿。咁我哋用一個 table 啦，20蚊、50蚊同埋100蚊，咁佢哋有各自各嘅數量同埋佢哋嘅總價值。咁由於我哋已經知道係2:4:1，咁所以我就當20蚊紙咧就有2K 咁多張，50蚊紙就有4K 咁多張，以及100蚊紙咧就有 K 咁多張。咁你亦都要寫翻清楚，咁所以咧我哋就 let the number of 呢個20蚊紙、50蚊同埋呢個100蚊咧，佢哋嘅數目就分別就係2K、4K 以及 K 噶。咁當中咧，我哋呢個 K 咧就會係一個 non-zero constant。咁你亦都根據住綠色 highlight 住呢一句啦，就講到就話100蚊紙嘅價值。咁100蚊紙嘅價值咧，由於我哋有 K 張100蚊紙嘛，咁所以佢嘅總價值咧就會係100再乘翻 K 啦，就會係比起20蚊紙嘅價值咧，就會係多240蚊。咁20蚊紙咧，其實總價值就會係呢個20再乘2K 啦。咁但係咧就要再多240蚊先等於100蚊嘅價值。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有240再加翻呢個20再乘2K。咁最終咧我哋就 solve 翻呢條嘅 equation 啦。60K 咧就會等同於240，最終 K 咧就會等同於4。咁呢度我哋亦都用翻個 table 啦，亦即係話咧其實20蚊紙咧就有8張，50蚊紙就會有16張，以及100蚊紙咧就會有4張。咁而今次就想問翻呢啲鈔票佢嘅總價值，咁所以我哋亦都寫翻清楚，我哋呢個 total value 咧就會係等同於20蚊紙咧嘅價值就會係20乘8，50蚊紙嘅總價值就會係50乘16，以及100蚊紙嘅總價值就會係100再乘4。咁最終咧撳翻計數機，咁就會係等同於1360。記得一定要俾翻單位。咁呢度咧，同學亦都要善用翻我哋個 table 去作為一個 checking 啊，亦即係話20蚊紙咧，其實佢嘅總價值就會係160蚊，50蚊紙嘅總價值咧就再乘翻呢個16啦，咁就會係800蚊。至於100蚊紙嘅總價值咧，其實就係400。咁你會見得到咧，就係100蚊紙嘅價值咧，就比起20蚊紙嘅價值咧，就多咗240蚊。咁亦都對應翻題目所講嘅資訊咧，就係一致啊。